上新的消息来关心，伫美国对伊朗大规模空袭，而且讲已经摧毁德黑兰核子计划了后，伊朗的总统表示会对美国的行动来做出回应，而且美军使用的基地有可能会受到报复性的攻击。 对美国空袭福尔多、纳坦兹、伊斯法罕三大核子设施，德黑兰的街仔路有真侪民众伫咧抗议美国甲以色列因举着标语、喊口号叫因去死。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也到现场，强调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做出回应。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的行动是破坏外交，认为是对谈判严重背叛。 伊朗军方将会决定回应行动的时间、性质甲规模，将唔是自政治战兵操控的军事行动。 امروز واقعا یک حقیقتا یک برهه حساسی رو ما داریم طی می‌کنیم. خودتون دارید ببینید که عملیات برادران شما در هوا فضا قطع نمیشه و آسایش رو از صهیونیست گرفته. 美军这台B2轰炸机这边轰炸伊朗核设施了，全部拢安全登去美国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。美国总统川普讲，已经对伊朗的手内夺走核弹。共和党的众议员马斯认为川普的决定是危险。川普反击马斯唔是和美国再一面伟大一份子。 川普也伫社群媒体暗示讲有兴趣改变伊朗的政权，讲使用政权改变这个词伫政治上无正确。不过若即卖伊朗政权无法度互伊朗再一面伟大，为什么袂安尼写做？不过在此之前，伊的幕僚讲，这边的行动无这个意思。This mission was not and has not been about regime change. The president authorized a precision operation to neutralize the threats to our national interests posed by the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and the collective self-defense of our troops and our ally Israel. 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确定伊朗的核设施被攻击，纳坦兹加伊斯法罕进前就互以色列攻击损害，这边美军的轰炸对伊斯法罕造成更加进一步的损害。 因为福尔多确实和飞弹直接射到，但是无法度确定浓缩铀作业内部实际损害程度。伊朗核监管机关向 IAEA 通报3个核设施附近的辐射带并无增加。因为中国对美国这边的行动强烈谴责，讲这边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加国际法原则，严重加重中东的紧张局势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